志，一点一滴，安尼来甲阮操练，甲阮磨练，甲阮改变甲更新。主啊，恳求你的神常常甲阮同在。咱嘛因为安尼，咱继续求主上帝，互咱不管是一教会内底，甚至是家庭，是咱做工课、食头路的所在，咱拢会当继续领受主上帝互咱的恩典。好无？只是咱嘛为着安尼的代志来恳求，毋那是教会，一家庭，一食头路的所在，一笪所在，咱拢继续领受主的恩典。咱为着安尼的代志来恳求，请。全能的天父，创造的主宰，万权能的上帝，你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主上帝，阮会当来敬拜你，是一生上大的福气。因为不管阮是伫教会、一家庭，去到达所在，主你拢甲阮相甲伫地。所以，愿主上帝毋但互阮一教会有见证，也互阮一家庭，互阮一食头路的所在，甚至是阮一外口所参与的团体，拢通过你互阮恩典，一人的面头前来做见证。主啊，恳求你，会当互阮常常仰望，较无安尼的代志。最后。咱做来恳求主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拍开阮的心眼，拍开咱的耳孔，通过信心来感动咱。不管是一礼拜对一个天使，求主的神拢运行伫阮心中。特别咱嘛为着今仔日大主教会一只的清安，陈世阳牧师一只的讲道，咱嘛伫这中间做伙来为着安尼的代志来代祷。好无？咱做伙开声，为着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来恳求主上帝，咱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天父主上帝，阮感谢你，恳求你会当互阮定小把握今仔日的礼拜，拍开阮的心门。不管是一礼拜对一个天使，阮的心拢得到忧刺甲感动。包括今仔日来到教会，陈树阳牧师一只的分享，求主你通过你感动启示，予伊的信息。今仔日嘛，伫这中间来甲阮忧刺，甲阮感动。特别嘛，为着这个大着教会的建堂，我们献上阮的恳求，求主你亲自来掌管，亲自来祝福。主，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全然仰望一个手，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无？咱最后倒来手一解，我心充满感谢，来陪伴咱的心。我心来感谢，主耶稣怜悯的疼叹，伊听我赦免我
所有小弟。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受死，你引我到一世，要学了主无停，来互主做测验，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讲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经纶，我以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大家平安，将手机甲关掉吼。咱礼拜开始，请到奏乐。
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伫伊爱得着，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时保护我，伫伊的帐位内，将我囥伫伊的布边看目的所在，举起我脚顶的石盘，打我的头壳得到牙齿，较悬伫我四面的对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吟诗，也要唱歌学乐耶和华。耶和华，我出声求叫的时，求你听，搁求你怜悯我，应我。你捌讲，恁着翕目见我的面，迄时我的心对你讲：耶和华，我要翕目见你的面。三个来吟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起立吟全首。
咱请大家由阮徛着来做伙来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31篇，暂时嘛是诗篇127、128篇。伫圣诗的后面1055页，我来启，请兄姐来引。主题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暗暗才困。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记得爸爸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锡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今日是圣神降临节第11日主日。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内面，三角组织敬拜你。也感谢你固守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互阮伫这个礼拜中，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你拢互阮平安，事事经过。阮感谢主，你手术恩典满满伫阮的身躯顶，也感谢主有缘。互阮享受着幸福甲快乐的日子。阮伫今仔日要来学习你，阮伫今仔日要来敬拜你，感谢你。愿阮今仔日的敬拜，通成做你所欢喜。嘛感谢主你所以爱设立的大德教会，伫这个建堂的事工上，差派着咱陈牧师，要来请安报告。甲讲道，求主你感纳，求主你欢喜。阮伫天里的爸，阮的主啊，全世界迄咁的疫情也无减轻，地势甲即个经济环境景气渐渐衰弱。阮有当时毋知明仔载要变做啥物，因为阮无智慧来互即个全世界疫情。经济甲景气变搁较好，致使互侪人生活陷入艰苦。主啊，帮助阮来倚靠你。阮伫天里的爸，阮的主上帝。虽然阮有侪人生活陷入艰苦内面，总是阮恳求你来牵阮的手，互阮有智慧对困难的环境中行出来。
互阮会当每一天伫生活当中体会到主你共款遐尔的介意阮、保守阮，因为阮拢着倚靠你。主啊，阮知人的智慧无法度赢过你的智慧，人的气力无法度赢过你的气力。阮知，甲主你沟通就是阮的祈祷，恳求你怜悯阮、疼惜阮，阮将阮的重担交予你，互阮甲阮的家庭拢无得到被经济来所伤害，因为阮决意要倚靠你，所以阮爱勇敢向你来求讨。主啊，你有法度互世人去活，我相信你同款会互阮每一个痛苦的生活中行出来。所以，阮要爱伫你的面前谦卑阮家己，顺服你，因为阮爱倚靠你。安尼，阮就会当对困难当中来得到你的恩赐甲福气。安尼就会当对痛苦中来享受到幸福甲美满的生活。阮相信。你所想事，互阮的万项事，拢是好的。遐个艰苦会变成做智慧，遐个痛苦生活会变做永远的福气。只爱专心倚靠你，天父上帝，你安尼讲，阮也要互因为家天济济，不知减少；互因尊贵，不知卑微。所以，阮知，阮也明白。你所讲的话，毋是安慰阮，是爱阮尊叹你、倚靠你。只爱阮用心甲主你相交陪，阮就会得到你极大的恩赐。亲像你的话所讲明，阮用永远的听你，因为安尼阮会用主爱看你。主上帝，阮才有多人伫你的面前祈祷，恳求你赦免，恳求你接纳。安尼祈祷、恳求、加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大家一起来讲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哈该书2章第1节甲第9节。国语和合本伫圣经1107页，台语汉语本伫圣经1044页。我来读。7月1日，耶和华的话托先知哈该讲：你着甲犹大的总督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甲约瑟达的囝祭司头约书亚，以及所剩的百姓讲。恁中间要伫地的人，受罪捌看过即间殿将前的荣光吗？现在恁看到怎样啊？敢是伫恁的目睭看亲像无吗？耶和华讲：所罗巴伯啊，你着勇敢。约瑟达的囝祭司头约书亚啊，你也着勇敢。耶和华佫讲：即所在的百姓啊，恁也着勇敢，也着做工，因为我甲恁伫地，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恁着出埃及的时，我甲恁约的话，当我的神踮伫恁中间，恁无得惊，因为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过无偌尼久。我要过一摆，震动天、甲地、甲海、甲大地。我要震动万国，万国所心目着要来，我就互阳光充满即间殿。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万军的耶和华讲：阮是我的，金是我的。即间殿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搁伫即个所在，我要享受平安。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以上，咱请小诗班来献诗，一来买啊。
这是咱请大德教会陈牧师来正道，题目是参与起造圣殿福气啦。牧师已经是真悬啊啦吼！我发现咱的牧师比我搁较悬。啊，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啊，感谢主，互我有这个机会，一摆来到伫咱中间。啊，这摆伫咱中间，甲做伙甲大家分享上帝话的时，上时也带着大德教会上帝互大德教会使命，啊，来大家伫遮来报告分享。啊，望咱会当做伙来关心甲参与。啊，我相信上帝伫逐时刻拢有呼召侪人参与伫上帝的教会内底。啊，伫逐项的事顶面，啊，做着服侍，来荣耀上帝，也做着服侍，会当互福音开阔。愿上帝伫今仔日话中间来帮助咱有真好的领受，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听阮，你毋若是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儿百姓。你也呼召阮参与伫主你的工程、福音的事工顶面。主，阮感谢你，互阮有机会伫逐项事来甲主你有真好的连结，借着这服侍，互阮甲你有真好的关系。阮相信每一项代志拢有你美好的引带，就是要互阮的性命经历主你的恩典，经历更较好。感谢你，愿要领受你的话，求主你赏赐阮。对你来的聪明智慧，互阮明白你的心意。愿咱同心祈祷，奉靠这所名，阿门。咱拢会看电视对毋对吼？有一天牧师咧看电视吼，其实我做伫电视中间，伫广告中间听到即句话啦吼。我看咱有听过即句话无吼？伊即个广告是安尼讲 ，Some USB 吼，安尼咱拢有咧看电视啦吼。我逐摆听到即句的时候吼，我心内就一个感觉啦，讲真正啉3样 USB 就会福气吗？咱认同吗？我想咱拢知影答案啦吼。不过我另外一个想讲，无啥物才是真正的福气？那假设啉3样 USB 毋是真正的福气，安尼啥物才是真正的福气？我伫咧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嘛，足侪人拢咧思考。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领受拢无共。有人感觉啦，食好，还是穿好，这个福气。有人感觉啦，爱娶水某，嫁好翁，这就是福气。甚至有人感觉爱住安尼，住好厝啦，豪宅，毋是迄个豪宅啦，是豪宅是驶好车，感觉这就是福气，甚至咱知影即届迄个乐透对毋对是毋是足悬的，奖金足悬的？所以我相信有真侪人咧买，大家拢咧追求，望会当钓一摆对伊来讲就是就是福气啦所以咱拢咧思考，到底是啥物才是福气你看即个人伊为着要钓乐透伊足有决心的，伊去买一领安尼足请赢的足互人安尼看会到，就知影伊咧创啥伊去买一领这毋知是海滩裤还是内裤啦嘿，搁红色的，尻川后壁搁写一是啥？壮安尼有决心无？即届一定爱钓，对毋对？我相信这毋是遐简单。咱讲起一个人，伊咧追求福气的时阵，伊有可能无去注意到，无去注意到，只爱讲感觉会使做，袂使做，反正伊就是要爱得到这福气，好啦，凊彩，袂当做嘛，甲做安尼但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捌思考过无？对咱来讲，啥物才是真正的福气？平安我共款咧看电视看电视嘛，毋是讲拢无歹处啦有哪有好处？但是爱看好的节目。所以 Good TV 内底我定来听到即句话啦Good TV 内底有讲到一句话，伊讲啥？认捌耶稣是我一生上大的祝福啦。我听到即句话时，我心内一直阿门阿门
无毋对，认捌耶稣是咱真正一生上大的福气。阿妹吗？感谢主，咱拢认捌耶稣，咱已经有得到这个遮好的福气。总是咱来知影一项哦，咱伫洗礼了后，咱认捌耶稣洗礼了后，毋是这个福气怎啊停的啊？上帝对咱的邀请，毋是干安尼尔。上帝爱安怎？咱领受福气是一直一生领受袂完的，吼，就一生拢咧领受的，就是通过咱伫参与上帝，互咱的事工，参与上帝遮吼，互咱参与服侍，啊，以及咱的奉献，这些拢是咱要领受福气无停止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咱通过安尼一直咧领受上帝的福气，毋是干那伫认捌耶稣尔。认捌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总是安那。了后，咱要逐工领受，逐工领受。啊，总是咱看见，有当时咱会拄着困难，对毋对？亲像以色列人，因拢掠到伫巴比伦，上帝离免伊了后，因就会当转去耶路撒冷。总是上帝对因有一个呼召，就是讲按因定心来起造圣殿。不过咱知要起造圣殿有遐容易无？我相信伫咱的在信用真辈吼，咱要去桃园教会礼拜堂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啊啦，无容易。不过啊啦，上帝会帮咱，互咱来完成。所以咱知影，咱真侪代志的时阵，咱感觉拢无容易、无简单的中间，咱知影有一项，耶稣甲咱讲的，讲伫人袂话，伫上帝就毋是安尼，因为伫上帝万事拢会啦。保罗嘛甲咱讲讲。点伫想事我开力的，我事事拢会。互咱知影，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有这个福气，就是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有一个通好倚靠的，迄个全能的上帝，大富有的上帝，伊要帮助咱，伫困境中咱来赢过。因等以色列百姓，因等到伫这个耶路撒冷，上帝对因呼召，上帝爱因定心来起造圣殿。啊，总是咱知影一项，就是讲因转去了后呢，因有做，总是安那做无完成，做无完成，因就离开啊，因就离开啊，伫以色列册，以色列吼，这本册内底，这款册内底有讲到，讲因转去了后呢，啊怎因这个圣殿还未起造煞，就转去啊！所以上帝讲啥？上帝讲吼，恁哪会当互恁的厝有天棚？我的圣殿咧拍远。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今仔现在有讲到，上帝通过合解来对这百姓讲上帝看袂落啊啦，上帝看袂落啊！伊讲恁那个活地的人，恁捌看过进前迄个圣殿无？是遐尔啊阳光，生做安怎？这是一个，甲迄个过去迄个圣殿吼，甲伊做一个画落来安尼啦吼。这是所罗门王所起的圣殿，伫迄阵来看是非常的荣耀。咱看见这百姓，因皇立了后，伫主前520年，合解先知来应因呼吁。因爱定心来起造圣殿，咱看见因开始的时阵有哦，因有落迄个地基，因转去了后，就马上就有这感动落地基啊。这个地基足dài啦吼，咱捌去过耶路撒冷的圣殿无？敢有人去过？若有机会去的吼，有落去圣殿的下底吼，你去看，无师有去过吼，伊迄石头拢差不多120公尺的这个块，啊宽度差不多安尼吼，啊落去塌起来做地基。总是因做用心咧起地基了后咧，做人啊啦，拢无去啊，拢走去啊，拢走去倒位？走去起因家己的厝啦。所以上帝讲，恁哪会当互恁的厝有天棚？我的圣殿伫遐拍远，而且以色列记载讲啊，拍远几年？16年。这16年其实上帝要用百姓讲啥？讲恁爱注意啊，恁有一个危机啊。为什么？恁无圣殿通好敬拜。恁的心会啦，渐渐离开我。圣殿是咱信仰中间的一个敬拜的一个中心。圣殿若无，咱就无所在通好敬拜。这对信徒来讲是足大的危机。所以上帝看袂落啊，上帝爱因定心来起造。
大地教会这是旧个礼拜堂吼，咱毋知有捌看过无？有啦吼，其实伊伫三角汤地点也袂歹，不过这是一个犯厝吼。啊，伊犯厝伊病数无介济，超30几病，吼啊，但是上界困扰是倒位？就是伫遮，吼，这是礼拜天，吼啊，牧师咧讲道的时阵吼，我感觉拢毋是咧对兄弟姊妹咧讲话，我感觉拢对这三支条啊。啊，牧师有一个习惯，我咧讲道拢做爱问兄弟姊妹一寡问题，啊，这三支条拢啊啦，袂甲我回答。啊，阮有一个兄弟啊，毋知是兄弟啊姊妹，我袂记咧吼，迄是足久之前吼。啊，伊要为着要安慰牧师，伊讲啥？牧师不要紧啦，咱就甲这三支条当作是三位一体上帝。哦，圣父、圣子、圣神安尼。我听了，佫敢若有一个感动安尼吼。不过，即个礼拜听实在是足无适合的。阮用足侪方式吼，刀啊安尼甲椅安尼甲敲来敲去啊，就是无法度，因为这三支条敲袂叮当，拢固定伫遐。所以感觉即个礼拜堂安尼的所在，即个空间足无适合。啊，所以就有一个感动吼，就感觉讲爱来考虑去礼拜堂。考虑来去礼拜堂，啊，感谢主哦！上帝听阮的祈祷，了后，阮伫2010年的时阵，就买了一块地，啊，这块地买好，其实就准备要起啊，啊，但是一寡因素，地到最后无法度动工，一直到今年，所以伫这个过去10年中间，我常常经过这个所在，我看到迄树啊，迄个草啊，足大丛的，我就甲身体合解有共款的感受。上帝电啊啦，拍远，我感触足深的。我一直感觉讲，咱爱来第一，咱爱来第一。吼，咱相信上帝会带咱，帮助咱来完成。吼，第二项来甲大家做分享，就是即个要重新去做圣殿，瓦靠的毋是咱家己，毋是牧师，嘛毋是某一个长老，也是执事。是瓦靠啥？瓦靠上帝，因为上帝是大有能力的，有气力的，是有应允的。伫这个以色列人因登到耶路撒冷的时阵，其实因人迄阵的人随便有4万几个，总是迄人数嘛，毋是讲足济啦啊，因的财力嘛是敢若足有限，所以因要去做圣殿，实在是无容易，但是上帝对因的呼召，因就开始渐渐来学习。上帝知影因会惊，上帝知影因会惊，所以上帝特别甲所罗巴伯，甲即个约书亚讲啥物？讲我甲恁三个弟弟，我的神点伫恁中间。即句话真做所罗巴伯，真做约书亚上大的帮助。伊知影讲上帝爱阮来起做圣殿，毋是靠阮家己啦，是靠啥？靠上帝。因为上帝的神会甲咱三个弟弟，你知影迄个上帝的神充满伫咱中间，迄个气力是何等的大？迄是一个咱无法度想象的，无法度想象的，无使用家己的力量咱知咱咧做工，啥物人嘛会做工？撒旦对。2005年，伫一个基督会中间，有一个领袖，一个异象讲，上帝的神充满伫阮中间。呼召阮来起做圣殿，阮领着迄个异象是伫2005年。伫2005年迄年，牧师就得猛爆性肝炎，了就倒去啊！倒去了，我伫病院隔离10天，袂使接客。因为迄个已经就是身体非常的虚烂人规拢黄去啊对头疼到尾，对头酸到尾就是拢无法度。所以我就伫迄中间，甲教会请假3个月，总是安那，牧师无互拍败，撒旦嘛咧工作，牧师无互拍败。我知影上帝啦会神教我三个弟弟，所以我转来了后，依然坚持要去礼拜堂。到伫2008年。何慧轩来接纳，来迄阵本来是异象尔，已经接纳何慧接纳要去礼拜堂。伫2008年迄年，牧师第2摆问报信感言，
了后迄年，我就甲教会请假一年。为什么要请假一年？因为我要做干扰术，就亲像咧做化疗。所以迄年我就伫咧转到伫我故乡太阳教会吼，我是太阳教会出身的吼，伫遐伫厝里住即个一年，做干扰术吼，一礼拜做一支，我拢做52支。通常若做3个月，大家拢挡袂牢啊，差不多有的人拢已经放弃啊。我做52支，头前3个月、3、4个月拢完全无法度食，但是就是做化疗共款，头毛就开始落啊，足虚的，无法度食情形下面，好上帝安排吼，我有一个亲人，伊咧开诊所，我无法度食的时候，我就差2天去遐拍一支射，就干安尼拍一支射，迄支射就营养针啦吼，拍28支，甲迄个时间度过去安尼，这是第2摆。等我好啊了，要转遐去教会的时阵，足侪同工都甲我讲，牧师，你要转去哦，大伫教会是要见长，你敢会使哩？我听这个声音的时候，我感觉讲，对吼，我身体你敢会使哩？当咧交易的时阵吼，咱得爱细腻啊，撒旦啊做工无停哦，所以伫咧时阵我足清楚，你领袖是讲，既然是上帝的呼召，嘛是一定爱做啦，所以我转去了，共款。甲中职兄弟姊妹做伙，了后到伫2010年，我买着迄块地，了后找着建筑师画好了，准备要起。伫迄年，我第3摆问报性肝炎。第3摆了后，因为健保无甲我无付钱啦吼，所以我家己付钱。我一工爱食差不多我100块的药啊，一粒细粒安尼吼，100块，我食8年。自费8年，所以我家食迄药啊，食超20万，20万。撒旦伊用你的身体甲你迫害，伊用你的财务甲你迫害，就是要互你安那放弃。你知无？咱若对上帝的信念，咱对上帝的信若无够，你真正会拍败。对你的身体甲你拍败，对你的财务甲你拍败，总是咱知影，倚靠上帝大有气力。伫迄个中间，随风安尼经过，到伫去年10月，牧师才停止食即个药啊，停止食即个药啊，有人坚持安那拼落去，带兄弟姊妹请中集做伙安那起礼拜堂，这是上帝对咱的呼召，嘛是对我的呼召。我相信嘛是对咱的邀请，互咱会当做伙参与。所以我足清楚的，上帝的信啊，到我三角地地阵，就是撒旦要甲我攻击。嘛无有迄个气力，嘛无迄个机会，因为上帝正做我帮衬，抵挡，互我有能力抵挡撒旦者的攻击。所以上帝对这个撒勒巴伯对约书亚讲啥，无得惊啦。这句话我即马足清楚的，无得惊。上帝是大有气力的，上帝是大有气力的。咱知影上帝甲咱三角地地，毋是甲咱嘴讲尔，上帝会有行动，上帝绝对会有行动。伫即个经查讲啥？以色列百姓因要有这资源吼，是有困难的啦，有限。总是啦，上帝讲啥？我要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要来将这的资源拢上帝用的方式就是用准的啦用咱震动安尼准，伫逐所在准来到伫咱中间。互咱的需要到遐，咱堂教会伫进前咧起礼拜堂，我相信嘛是安尼的过程。通过上帝安尼准，互迄个资源准到伫咱中间，互咱会当来完成。这正做咱真实看见上帝的行动，毋是干那用嘴讲，上帝嘛用行动，互咱来看去，互咱来看去。第3要甲大家做伙分享的是讲，上帝有讲你要重新起造这个圣殿。伊的荣耀，伊的荣光要赢过前的荣光啦。伊要赢过前的荣光。我问大家，咱有看圣经，咱知影，以色列人因重新起造这个圣殿对无？有完成无？敢完成？无完成，还是认为完成？好，圣经甲咱讲有完成，还无完成？伫这个以色列以色列记内底有记载。讲伫个主前586年的时阵，圣殿重新起好啊！
咱看见这个圣殿吼，比前所罗门王起造的圣殿啊，搁较大，搁较荣耀，搁较荣耀。因为有上帝的神界三个地，上帝用行动甲所有拢种到伫中间，互因来完成，互因来完成。互咱小可看者，这是大直教会未来礼拜堂。啊，阮看到了，阮感觉啊，足喜意的。毋知咱看到咱有啥感觉？有感觉足水无？足水对毋对？吼！我小可介绍一下，这个礼拜堂咱看到中吼有黄色的，伫个第3站甲第4站吼有黄色的这个部分对毋对？迄个部分就是未来的礼拜厅。吼啊，像咱共款有跳高安尼吼，啊一个夹层吼。啊，这个龙居里吼，伊照这个建筑的法来讲吼，伊原本会当起4楼，啊，总是阮最后会当起5楼。为虾米？阮1楼甲当做停车场，所以阮就当起5楼，了就加一站的空间，通好以后做福音社区的活动，通好运用吼。啊，这上帝互阮的建筑师，啊嘛互阮的稳定啦吼。好，我特别要介绍，咱看到头前有一支足大支的十字架有无？伊面顶是细支的对毋对？但是实际上你有看到一支足大支的十字架无？好，咱知迄支十字架吼，咱看到迄个部分，你知迄个部分是啥物无？迄个部分就是电梯啦。咱一般电梯拢放伫咧内底对毋对？建筑物内底对，伊毋是，伊是放伫咧外口。伊望建筑师望通过即个电梯，甲即个悬段啦撑悬，啊，互迄个十字架啦搁较悬的，互人会看较清楚安尼啦。吼，啊，其实重点伫倒位呢？重点来啊，就是你若对面顶看到啦，伊是安尼啦，捅出来所在。啊，这是啥物意思？这是一个基督的手嘛，吼。建筑师伊的领袖，甲阮的领袖是共款的。阮望即间教会成做安那？基督的教会，通过基督来领受上帝恩典，通过基督将福音会当开阔伫即个所在。吼，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阮感觉真感谢上帝，吼，互阮会当领受的一个礼拜堂，吼。啊，所以你若吼以后吼，咱起好了后，你若去桃园机场坐飞机对毋对？吼，啊，你飞机飞起来时吼，啊，咱拢有一个兴趣啊啦，一定会看涂骹嘛吼。哦，你看迄厝哦安尼，啊，你看迄人愈来愈细只呢吼，啊，厝愈来愈细间吼，是安那愈来愈悬啊，对毋对？中间你会看到一个基督的手吼，迄个就是倒位，就是大直教会啦。啊，你会感觉讲足欢喜的，为虾米？你讲我嘛捌参与即间教会的建堂呢。我嘛有参与到呢，咱会感觉讲哇，安尼看着是毋是感觉安尼足欢喜的吼？对，咱有机会吼，会当来参与啦吼，做伙来参与。我小可讲一下大直教会的即个教示吼。啊，我有小可经历伫6月吼，到伫6月吼，人口差不多4万1千几个吼，啊，大直拢总有9个里啦吼。咱用基督徒来，比如来讲5%来讲，基督徒就差不多有2000个啊。啊，若长老教会比率1%来讲，嘛还佫有400个，吼，啊，所以就因为安尼的需要吼，就有即款的领袖啦吼。了，这是小可介绍，这是即块地啦吼。咱看迄草啊已经无去啊，对毋对？吼，拢甲清掉啊，吼，啊，徛伫中迄个阮的建筑师啦吼。好，啊，清掉来要创啥？就是伫今年的过活节已经啊啦。开工礼拜啊，吼，啊，阮甲建商、建筑师拢已经签约好势啊，吼，啊，搁一寡部分爱处理好势了，阮就准备要开始动工啊，吼，要开始动工啊，吼，啊，为了即个地方的需要吼，阮望即个礼拜堂起好了，会当坐250个，吼，250个，吼，啊，拢总5层楼，吼，啊，咱今仔摕到迄个地啊，吼，迄是搁较进前的地啊啦，吼，迄阵啊，迄是。这是差不多9年前、10年的地啊，啊，所以迄阵啊写着总经费是3000万吼，啊，其实甲即阵来吼，总经费已经来到4700万，差不多安尼吼，甚至爱到5000万吼，啊，伫遮互咱啊了解者吼，咱会当做伙为这个代志来关心吼，啊，望会当伫2021年，就是明年的年底吼，会当来完成，啊，来献堂吼，啊，这是啊，这个建堂的
期待吼，期待吼。啊，这就是往年开始吼，阮的规个建堂的经过吼。好，啊，最后伫遮吼，啊，搁一摆用上帝话伫遮来甲咱做伙吼，来邀请阿妈来做伙来领受吼。就是讲会当参与上帝吼，参与这个起造上帝圣殿的吼，是上帝看会起咱。因为上帝对咱的邀请，是因为上帝看会起咱，所以上帝的邀请咱吼。所以这是一个大福气的事啦吼。所以伫遮牧师嘛邀请咱大家，咱做伙来参与啊，伫大德教会这个礼拜堂起造吼，这个重要的事吼。啊，毋茫咱用共款来看去，大德教会嘛是咱的教会。嘛是咱的教会，所以对边仔人来甲邀请，你甲边仔人讲，参与起造圣殿啊，福气啦！参与起造圣殿啊，福气啦！毋望上帝，互咱看见，咱因为咱的参与，咱真正要领受上帝更较侪的，互咱的福气。咱做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互阮有即个福气，真做你的囝儿，你的百姓。也感谢你，呼召阮伫教会内底参与侪事。特别伫今仔日，主啊，你也呼召阮会当参与伫大德教会起造礼拜堂的即个重要的事。主，谢谢你对阮的邀请，互阮的参与，要来帮助着礼拜堂来起造。相信礼拜做的起造，就是要互更较侪失丧的灵魂会当来到即个所在，来就近你、敬拜你，也通过即个礼拜堂，互主你的福音会当对即个所在来开阔，互侪侪人来听去，就来明白你。感谢主你对阮的邀请，互阮今仔日的参与，毋那是无空，而且要得到主你所享受的恩赐是加倍的。愿主你来纪念阮伫你面前的祈祷，也纪念阮伫你面前的奉献。愿主你将恩典享受伫阮。感谢你，愿同心安尼祈祷，奉告这所名，阿门。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奉献，请王文光、陈玉芳执事来书献。请起立，三个来吟奉献的诗。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大家读两遍。伫圣书表的下面，耶和华，我听受你所住的厝，以及你阳光所得地的所在。诗篇26篇80，请。咱请献甲周报的第一页，下周事工的人员分配，以及下面教育部的课程、主日学聚会的时间，咱家己看。咱续接献甲周报第二页，周间各团契的聚会，以及下面教会小组聚会的时间、地点。咱家己来抄。请献甲周报第3页，教会小组大道事项，以及第4页，顶周奉献的明细。暂时若是有错误，需要更正，办公室。咱献甲周报的第5页，消息报告。咱欢迎大德教会陈世阳牧师前来本会请安报告，请为着大德教会建堂事工大道奉献。第2点，请为着平安7月节音乐会事工大道奉献。第3点，请在籍会员伫中午12点前
将中职有选票投伫4楼的电梯房的迄个投票箱。请小会员伫中午12点半到7:05进行来中职有选的开票。下主日8月23，第2堂的礼拜报告结束后，举行主日学毕业典礼。毕业名单伫下骹下，请家己自行来参考。教会消息：妇女团契联合的专题讲座，伫今仔日礼拜煞，伫即个701，欢迎兄弟踊跃来参与。今仔日的讲座是咱请何伟哲医生，的主题是解糖稳比解毒稳搁较难。第2点，即个拜六8月22，妇女团契联合的户外的活动，提醒有参加的兄弟，请于当天的早时6点45分，伫教会1楼来集合上车。具体消息，本会林嘉文姊妹，就是林吉春、黄叶珍夫妇的查某囝，要甲林志铁兄弟定于9月19拜六举行订婚感恩礼拜甲婚宴，邀请参加观礼现场祝福。要参与婚宴的，请伫4楼的公布栏来登记。早至到8月23，订婚的感恩礼拜上午10点开始，9点30分入场，伫咱本堂4楼。婚宴伫中午12点开始，伫汉品酒店的4楼的肇庆西厅。教界消息：伊甸梦林喜乐合唱团35周年音乐见证会，伫即个8月29拜六下午2点半，伫咱本会的4楼的本堂即个举行。第2点。新德中会中职联谊会，要司马库斯教会观摩休闲的联谊，伫10月初6到初72天，每一人3200块。第3点，全国青年圣诗生活营，伫10月15到17，伫即个新德的圣经学院来举行。每一个人2500块，9月30进前来报名。第4点，新德中会教社部净滩活动，伫即个10月24拜六时，下晡3点半到5点，伫草立沙丘地第7公园来举行。费用每一人200块，报名10月70早至。第5点。台湾女子新学院圣经课程招生，上课地点伫嘉南教会，时间伫9月17、12到17日，每一个人3000块。6点，伊甸基金会罗赖吧活力工程招募志工，上课地点伫中立的乐德启智学园。以上6点内底的活动的资讯的消息，请伫看1楼还是4楼的公布栏的海报。最后，咱请牧师来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头仔是即个教界消息，有看到第6页，第一项就是爱甸的蒙林即个喜乐合唱团，吼，是即个8月29日下晡2点半，要来一间教会来举行。毋望咱兄弟姊妹将伊当作是一个福音的主日，安尼的一个做法，咱来邀请咱的慕道友、新朋友、咱的厝边隔壁做伙来参与，通过即个蒙林一只生命的见证甲歌声，将福音来分享，互咱身躯边的人，安尼好无？有福气无？恁拢只爱变即种的。好啦，下晡这
第五也有讲到，夫妇团契甲妇女团契有即个专讲啦吼，解糖啦吼，啊不过我就无参加，因为叫台南人解糖真困难。好来，我台南人，我只爱食甜，吼。好来，咱最后咱来感谢今仔日是安排邀请下面代表教会陈树荣牧师前来咱的教会一只分享啊，毋忙咱继续为着咱代表教会的这个见证一只来关心奉献，咱用普话声来代表咱的感谢甲欢迎。头个树荣牧师有讲到。上主会顶动天甲地，顶动万国万民，将金银财宝集中伫即个耶路撒冷嘛，对无？我相信今仔日上帝神继续咧顶动咱的心，感动咱的心。所以等下礼拜三外面有即个代表教会为了见证的即个预备或者的物件，毋忙咱除了头个的奉献，咱嘛继续一只来支持甲关心。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上营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完，咱请咱陈牧师来祝祷。定业灭倒后，咱请本堂的主任牧师来主持平安礼。
请咱做伙起立，咱黄边行讲，上帝听你，我嘛听你，互相请安。